晉城區今季5歲由告東尼馬房評分由35上調至43，筆者早於上年11月13日賽事後提供過此匹馬，上仗降回5班於跑馬地5班1800米草地大敗後，今仗續於同程出戰，改配陽明輪負132磅出戰。該區於7檔出閘起步後，順利於內欄領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仍保持領先，在最後200米一度力抗金德爾和皮具大師挑戰。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比48.94及末段24.26以第一名過終點。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，該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11線完成，還比另一場3班1800米快3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在領放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。關於此區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5歲英國雌屬馬今季已見成熟。質素不俗之馬，相信評分應該還有上升空間。升回4班遇着慢步速賽事仍需值得留意。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第二位都冇變過啦，係上市魅力啦。後邊嘅第3位皮具大師開始走咗上去喎。內欄第4仲有豐盛多彩，第5位內欄不假外求啊，吞咁啲銀皇輕標啊。響外邊黃衫呢，大約跟住個第7呢，仲有金德爾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埋邊紅眼罩灰馬等緊位冇位喎，獵景追飛啊，走入邊咗個星雲浩騰，掟到最出嗰邊啊，有喜悅一生大外當同寶寶啊。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進城區仲有半個馬優勢，上市魅力就中檔追緊，出邊上有金德爾，中間有皮具大師，最出嚟同寶寶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有一個馬位優勢，外邊有金德爾上緊，中間皮具大師接近終點放頭贏啊！進城區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都係黃衫，金德爾一路壓住咗入邊皮具大師，第4名呢都近噶，埋邊上市魅力。紫色眼罩唔多啦，出邊追上嚟紅帽係同寶寶，結果頭場賽事進城區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！金德爾係咪第2嘅機會高過埋邊皮具大師呢？就要影相。至於第4名嘅馬都近噶，咁啊埋邊位置係上市魅力，出邊同寶寶要影相。好啦，今晚嘅頭場賽事，進城區陽明倫告東尼馬房先拔頭籌，今次俾佢去一放而回，時間都唔慢噶，頭3段都幾快。第2名係金德爾啦，第3名係睇嚟皮具大師，機會係大過隻。